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人工智慧的教父黄仁勋，讲明仔载就会来台湾参加伊的公司惠达的买艺。另外，惠达的总部到底要设伫倒位？进前国发会主委刘敬清透露讲，都是伫台北，也毋过随后马上来改喙，讲也是爱等惠达家己来宣布。 Happy New Year！ AI 教父黄仁勋这礼拜访问台湾，备受关注的惠达总部会选伫咧倒位，国发会所伫咧这当中无细字讲出嘴。 国发会主委刘敬清13号伫咧美国加州涉谷吹棒令，讲惠达亚洲总部设伫咧台北，预计拢总有2500位员工。不过尾啊，国发会搁再发声明，强调惠达总部地点嘛是由公司家己宣布。惠达在台湾不管是设置研发中心，或者是在台湾的一个总公司来说，当然对于在当地的整体这个经济的拉抬，或者是产业的一个群聚效应，乃至于 延伸到这个住宅的需求的部分，都能够有一个非常同步、明显拉升的一个效应。各大县市拢流亡争取惠达选线，除了六都迄寡，另外亲像新竹县市、彰化、云林、基隆市，嘛欢喜惠达来，提出土地、交通、水电真侪优势条件，甚至甲黄仁勋讲，阮遮真侪好料，夜车阁好耍，希望惠达看会上目。我想先前曾经传出来哦，他甚至是不是会在这个松山机场周边来去做选址哦？那如果是这样子的情形哦，它可能在未来新建它的这个建筑物上面也会有高度的限制哦。台北的用电上面也确实会相对之下比较吃紧一些哦。 经济部嘛讲到，惠达提出选地址条件，上少的3公顷的土地计密度的建筑，而且建蔽率爱真大。亚洲总部到底采伫咧倒位，就等黄仁勋家己宣布。 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